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今仔日咱要用无共款的方式，跟大家见面哦。老师等下呢会介绍三个犹太人的故事，咱会当斟酌看。等下伫后壁咧，甲我讲这三个故事是啥物哦？有人知影这三百度代表啥物意思吗？其中有一个是老师家己去翕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就来斟酌听老师要甲咱讲的哦。快乐！圣诞节就是咧纪念耶稣基督的出世，成做人的款式，为了要拯救世间。毋过伊最后是互因家己的人，就是犹太人，甲伊钉死伫十字架。照着安尼，伊3日后搁活。咱来看这段故事哦，伫圣经内底马太福音27章23节，总督讲。怎样啊？伊有惊什么歹？因大声话讲，钉伊十字架。来24节，彼得倒看见无彩工啊，反倒拿着乱石碰水，伫众人的面前洗手，讲：伫这个义人的会，我无做，恁家己拍散。马太福音27章25节，百姓拢因伊讲，伊的会。归伫阮甲阮的子孙，咱要来讨论伊的会的罪，老伊的会的罪归伫阮甲阮的子孙这个问题。伫1347年，蒙古兵有征服到欧洲，煞带入乌死病，互欧洲有2/3的人口来死亡。大家人拢毋知影怎样是好。足多人就去想着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无国家，较好欺负，所有的歹空的，拢无赖，拢赖做是因做的。原来犹太人得到病的比率比普通人较少足济啦，是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有真侪动物因袂当食，佮食饭以前拢爱洗手。因有保持较好的卫生习惯，但是当时的欧洲人当然毋知影，反倒无赖，因讲是犹太人伫井的内底下毒，甲造成即个瘟疫遮尔严重。伫1348年的11月，瑞士的保安有消息当地犹太人，迄个犹太人佮招讲家己有抗毒。有送毒去巴塞尔，本地巴塞尔的政府无相信，因为无证据。毋过民众非常受气，游行抗议，要求立刻爱甲犹太人赶走。伫民意粗大压力的下面，巴塞尔政府屈服，将伊城市内底600个犹太人全部烧死。伫1349年，工人要求议会犹太人辞职，所以伫2月13日，议会通过议案，就烧死所有也未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。隔日，因就组织城内所有犹太人，甲因衫裤脱掉，财物拢甲伊抢夺了。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将因伫墓地所在菜林一支一支条啊顶啊，甲伊烧死。这幅图是咧讲，互人烧死的犹太人伫火条顶悬的痛苦的情形，而且有烧掉900几个人。正是不是政权？这是一个听纳粹的政权，匈牙利的政权因将犹太人甲拖来这个多瑙河的边啊，用铁链啊拢绑咧，然后兵啊对后壁开枪，因的面是向迄个河水，然后弹着一个2个倒落伫水内，就规阵的人拢拖落去。安尼速度足紧，个免了枪支即款的杀人的方法实在效力政权。
真残忍。上大的迫害是伫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纳粹。本来匈牙利是徛伫德国这边，因为德国有答应讲要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落的土地讨倒转来，所以匈牙利就听伊的。后来德国特别失败匈牙利就无爱阁听德国的话，结果希特勒直接拍入去匈牙利，扶持一个叫做正12党来做家里政权。每一日都有4班火车甲12000个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的集中营。奥斯维辛是伫波兰。到9月7日，已经累积有145班火车，拢总送去有435000个犹太人。伫1944年统计的时阵，布达佩斯有80万个犹太人，毋过到1945年，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统计，敢若剩20万。这就是伫波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，伫火车载犹太人来直接就塞入去集中营内底。然后甲分类会晓做工的送去工厂，袂晓做工的直接入去毒气室，差不多15分钟后就拢死了了。伫匈牙利有甲犹太人讲，要载因去一个较好生活的所在，所以叫因将贵重的物件拢装箱搁写人名。讲随后就要用火车甲因的行李载过去，其实拢无影无照。这就是火车厢用绑定的。迄阵的火车行较慢，有400公里的，差不多爱行咧3-4日。内面无物件通食，搁无水通啉，所以有人伫中途就已经死去啊。伫集中营4、5年当有全国也袂铁线网防止人逃走。落火车就开始去检查身体，然后就分做勇壮的通去做工，若无路用的就送去休息。这做工的人最后有哪是爱死。负责人甲囡仔有甲因讲要带去洗身躯。到要入去毒气室的时，就甲因所有的衫裤拢脱掉，因为是要入去洗身躯。入去以后，毒气出来，差不多10分钟就拢无开，死伫迄内面。要入去毒气室以前，查某人若有留长头鬃的，就甲因剪落来，当做织布还是地毯的材料，真正残忍。最后，咱来看圣经的预言，伫约翰福音15章18节：世间若怨恨恁，恁就知伊怨恨你以前，就大声怨恨我。15章19节：恁若属这世间，世间就会看恁做家己的人来听恁。独因为恁无属这世间。我已经甲恁对世间竞选出来，所以世间会怨恨恁。耶利米书32章37节，看我伫受气、懊恼、大受气的中间，将因赶到达国，后来我要对遐召集因出来，带因倒来这所在，互因安然徛起。是啦，以色列人已经复国，因已经倒来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听了是毋是心情无啥好？但是大家已经知影讲，这个图是为倒来的，对无？这幅图大家会记得无？有人乱讲是这个下毒，对无？犹太人下毒，所以呢，较有这个乌死病来甲因冤枉拢甲因烧死
是毋是足冤枉诶吼？啊来，大家阁会记诶，第二幅图，即个老师去伫即个匈牙利多瑙河边啊吼，翕诶即个画仔吼，足侪人伫遮纪念即个画仔吼，毋知影是毋是大家会当知影讲即个做个残忍诶吼，一个铁链仔甲逐个拢绑诶吼，互因伫遐咧家己跳河吼自杀。啊来，咱看即个其实是伫斯洛伐克诶吼，共款吼，迄阵伫欧洲足侪足侪会当参与即个代志诶足侪国家吼。即个是一个火车吼，甲人犹太人送去即个纳粹迄个所在吼。啊，有路用诶就留落来，无路用诶就去互毒死吼。真正是无甲犹太人当做人吼。为虾米咱要伫圣诞节来讲即个犹太人诶代志咧？因为阮是希望逐个人会当记诶哦。有一个人伊诶出世，就是为着要替咱死诶吼，替咱诶罪死诶吼。即个叫做耶稣吼，全世界即阵拢伫12月咧庆祝耶稣诶出世，对无？就是咱即阵讲诶圣诞节吼。你是毋是嘛有感觉做委屈无地讲诶时阵呢？不要紧，会当来甲咱诶耶稣讲吼。其实伊拢知影吼，但是伊做希望你会当转去厝里，就是教会吼。教会就是你原转诶厝哦，伊会当像诶爸爸、像诶妈妈、像诶上了解咱诶朋友嘛是像诶咱诶翁婿诶家吼，共款吼。伊做愿意来听咱讲话哦，所以会当欢迎你去附近诶教会来帮伊庆祝生日，嘛会当认捌伊哦，认捌耶稣是做疼咱诶，做疼咱诶吼。好，安尼会看到遮诶人，会甲家己取一个赞，甲耶稣取一个赞吼。后礼拜咱共款哦，会当一个共时间，老师搁要来介绍犹太人吼，伫布达佩斯有一个所在哦，真趣味。欢迎大家共时间，共一个时间，过来捧场哦，就是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下晡1:10，同款时间做伙过来讲故事。伫遮咱要来祝大家圣诞平安喜乐，多谢。